中国政府多年来在东突厥散进行种族清洗和文化大屠杀，现在这种不人道行为已进入维吾尔人家庭。最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行的视频显示，在喀什地区，维吾尔人房屋被拆除，尤其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遭到破坏。自2017年，中共当局开始大规模任意拘留行为，非法关押几百万维吾尔、哈萨克和柯尔各孜族人，同时鼓励汉族人民移民到东突厥斯坦。近年来，东突厥斯坦各地区有不少清真寺被当局摧毁。社交媒体视频显示，有些著名清真寺限制穆斯林祈祷，有的清真寺被改成为酒吧，向汉族游客开放。神圣的卡迪尔之夜，即贵夜是先知穆圣接受可兰经之夜，也是伊斯兰教中一整年中最神圣的夜晚，对整个伊斯兰世界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夜晚。维吾尔运动在新闻稿中祝贺所有穆斯林的贵夜，要求他们记住东突厥斯坦维吾尔穆斯林，并在此呼吁世界穆斯林为他们祈祷。该组织在声明中指出，今天，中共政权将信仰伊斯兰教和奉行宗教义务定为极端主义行为，他们糟蹋了维吾尔穆斯林的尊严和人权。当全世界穆斯林都沉寂在祭月风气时，东突厥斯坦维吾尔穆斯林却多年来无法斋戒。示威组织194个成员国周二在日内瓦举行的年度大会上一致同意，就该组织对武汉病毒疫情的应对措施进行独立调查。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以协商方式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各国共同应对危机。欧盟提出的这项决议案呼吁对这场疫情的国际性应对措施进行公正、独立和全面的评估。决议说，调查的内容应该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行动以及武汉病毒流行的时间表。该组织由于过晚宣布世界卫生紧急状态而不断受到批评和指责。这份决议也提到了引发争议的武汉病毒起源问题。该病毒于去年年底在中国武汉首次出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18日晚上在推特公开发给示威秘书长谭德塞的警告信，声言若在未来30天看不到示威时机重大改善，美国将永久冻结对其拨款，并将重新考虑美国的示威会员资格。他指出，示威一错再错，导致全球付上沉重代价，对示威来说，唯一出路是独立于中国。特朗普又表明，美国政府已跟示威商讨如何改进，但需要积极行动，不能浪费时间。又强调，不能把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钱花在一个完全不符美国利益的组织上。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别代表吉尔·皮德森说，叙利亚各派已准备好在日内瓦重新开始宪法草案谈判。皮德森在视频会议上表示，当武汉肺炎疫情旅行限制解除后，叙利亚和谈将在日内瓦重启。皮德森说，政府和反对派同意在旅行限制废除后立即来日内瓦，并将其列入下次会议的议程。他指出，通过电视会议不可能召开宪法委员会会议。